台南市议会永华议政中心的地下2楼，因为长期观察有结构安全的疑虑，议会今年编了500万的补强经费。议会干务委员会日前由立召集人郭凤仪、甲立蔡苏秋金，也一市府相关单位来会勘。初步虽然跳体无问题，但北边的墙面涉水的状况严重。初步研判，因为导流管塌掉的，造成地下水的水位上升。这是伫咱地下2楼也停车场。那长期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的地下2楼它的结构还是有一些安全的疑虑的，所以我们今年就编列了500万的补强的经费做结构补强那在这个补强方面的柱体都没有问题，但是遇到北面这个墙面的话，有发现渗水的状况。那这个渗水的状况好像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的工程单位就把它的墙面挖开，那发现说原来的导流管已经阻塞了，所以地下水位就慢慢一直升到我们的地下1层，从地下2层升到地下1层，那它的水位是蔓延下来，所以连地下2层的天花板就会漏水，然后有钢筋裸露甚至有腐蚀的一些现象。那有这种状况的话，墙面才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导流管已经阻塞了。议会秘书长表示，当初将墙面来挖开，发现地下水是用喷的，长期落来不但水分严重，就连天棚嘛拢湿湿，甚至更进外漏。为了确保永华议政大楼的结构安全，并且解决地下水泄漏的问题，将由工程单位委请结构技师来研议解决的方案，并且由议会总务组配合办理变更的设计，尽速来发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